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來嘅節目。今晡日嘅醫療單元呢，老大家來講凍瘡了解問題啊，凍瘡嘅必須是老你嘅肝有關係。大家直接會談到，特別係講到肝，是咪講哦？因為生意哦，因為肝係講有問題，你唔會痛哦，你冇感覺哦，所以大家講係講你知道有問題咧，而本身上可能時間。一般來講，可能是有一些問題，係冇是大問題，所以到底你了解用應該知識，用應該保護自家咧，大家來分享你點解？線上係來自平井聯信國際醫院嘅戚維倫先生分享。大家好，我係聯信國際醫院嘅戚維倫醫生。大家好，我係戚維倫。哇，分享先生，哇，先生做你講會了，做你講自然，都厲害哈，問下先生，都自然。看平應該是個有直接會拄到動到客家嘅人，有，因為都平井嘛，有哈。客家醫院，哈，安尼老記到，用講話時間有機會講到客話冇？一般哦，所以其實有哦。有。哦，因為講日後名詞本身講翻譯是好困難嘛，梗係講你有看到阿公阿婆，然後係講客家人係講用客話老樣。門診嘅時間，大家會知道好親切冇？他們會不會記得會知道？哦，所以看到線上時會好安心啊！啲係一種隱形嘅感覺。不過基本上線上呢度節目地對啦，大家來講凍瘡嘅問題是喺你嘅肝，對不對？肝腸胃科、肝膽瘡外科。一般來講，大家就會講，係講上次我呢個講好，從你冇心境，係講你自身有問題，所以佢唔會痛。因為讓你講，係講你冇去注意佢，又係冇去做空間嘅檢查去了解。一般來講，真心你知道冇鬆鬆啊，係乜嘅問題嘅時間，是咪真心係易嚴重嘅，係冇。咁啲不是冇心境嘛，所以普通的時候是不會痛啦，哈。所以除非是長東西啦，像癌症啦，哈，腫瘤啦，哈，跑到肝的外邊是這個叫做腹膜，碰到那個是會痛。哦，那個會痛，那個會痛。普通人講肝冇好是會講會較甜啊，冇想要眩東西哈，屙尿會嗡嗡哈。普通人那肝都已經很嚴重了啦。係啊，係講先生講屙尿有問題的，會嗡嗡，然後會瀉唔落，那都已經很嚴重，都很嚴重了。所以你只是要停氣，來做空間檢查，就是對症啦，吼，要了解你嘅肝，吼，所以你要凍瘡啦，吼。不過一般來講，吼，你來講好簡單嘅問題。一般來講，你係講去做空間檢查，係會找超音波嘛，吼，係冇是抽血啊。不過一找超音波，所以心臟那時候都會講，哦。你有一點點脂肪肝哦，有一些從你肝爆油哦，然後大家就會很緊張。那個是什麼？該是乜嘅意思？肝脂肪肝就講人講肝爆油哈，這種許昌去買個粉乾吶，粉乾，許昌賣豬的粉乾吶哈，還有那個西方人的這個鵝肝醬哦，是黑脂肪肝吶哈。鵝肝醬那種鵝肝就是了，對不對？是黑的脂肪肝了哈。你許東西許腸道哈，對，更底部是腸道油哈。哦，用看起來超音波看起來更是啪啪。我以為是癌發都係肝的外面有脂肪，細胞裡面細胞底部。所以大家看脂肪肝的時間是那個肝的本身可能比較。是肝者可能較太差，比較肝腫大。OK， 好，你一時係老大家來講，那是比較多油，好多油，跟一般人會講，可是醫生我很瘦那動瘦你看我很瘦，可是脂肪肝很嚴重，為什麼用慢講？這係講脂肪代謝不好，熱量代謝不好，讓許東西而消化。還有運動要消化掉，所以你講講許東西許動腸道冇運動，跟底部細胞的底部是有這些脂肪，那你下給取這手搖飲，當然那個糖啊叫做玉米果糖，是用玉米胚那個提煉出來的高濃度的果糖。果糖剛剛咱學的葡萄糖是冇空用，不一樣的糖，不一樣，冇用給桶，冇用。這個果糖會一定只能在肝臟代謝，代謝的過程會產生叫做三酸甘油酯，
好啊，所以它很快的就会在肝臟堆積起來，就變成是脂肪肝。好，所以這個但是世界手搖飲哈，是不是有脂肪肝？我懂了，我知咧。比如講，你看到伊個，不論係誰來呀誰沒看，你當場，哎呦，蠻瘦的哦，意思哦，可能還去健身房哦，田徑風都練肌肉哦，有可能哦。可是，你有可能肝臟的代謝的果糖，可能比如說，可能你在動體風吃的可以動個果糖，所以肝臟的代謝沒有非常好的時間，有可能是有脂肪肝。對，哇，先生剛才講到叫重點誒，手搖飲，其實講的是飲料啦，好，是講的是飲料，所以難怪東豆先生會講你不要喝那麼多飲料。那醫生，那如果那個飲料裡面沒有果糖可以喝嗎？可以啊，走對啦。所以重點是果糖啦，重點是果糖，放糖的啦。哦 ，OK， 所以好，所以大家是得注意。可是當然，如果你本身就是很比較肥胖型的，好灰型當然有脂肪肝的幾率也是有的，對吧？好，所以如果大家不要直接畫上等號，是這樣的意思嗎？很按用意思嗎？當然，比例上配因啊這些脂肪肝較嚴重，大部分是這樣。好，不過應該蠻也會有哦。所以那大家就會問，那怎麼辦？該用個啥嘞？比如講人嘛，不欣賞口提一提是為麼嘛？醫生，那我現在要怎麼辦？剛剛用個啥？我要怎麼辦？他如果不去處理會怎麼樣？那要怎麼處理？用個啥？用這脂肪肝這脂肪在肝的底部會引起一種自由基，是好叫做過氧化。過氧化是會引起這發炎。所以肝的指數啦，好 GOT、GP 可較高哦。較高是這球咧，是會變講纖維化。好，纖維化較球咧，是變講肝硬化對。對，好可怕哦，凍齡影響哎。所以你想看哦，我為什麼我總愛講凍齡影響？就其實你的肝可能冇乜問題，一開始的時間，因為你冇去檢查，所以一開始你查起都沒有，我看起來很 OK 啊，動頭啊。可是師兄線上講的，因為你脂肪肝，不用多改變，你也冇去照顧你持續喝動豆嘅飲料，理論講，可能它就會纖維化。係講佢纖維化又冇去管佢，其實有可能變肝硬化。線上來問一下，係講纖維化，也係講肝硬化，它是不可逆從哦。講到肝纖維化到肝硬化是不可逆。那纖維化可逆嗎？比如說纖維化總有程度的差別，比如說纖維化一點點，還動氧蟲，輕度的到中度是可以回來一點點，是可以回來一點，所以你脂肪改善、發炎改善，好是這纖維化是會改善，是可以導致，所以到成功中，到變肝硬化，變剛剛變毛是。不可逆，好，所以你寫到大家來講，大家冇想講哦，脂肪肝還好啦，不一定係冇力飲料，其實還係去對做，來可以解決。所以那該行嘅問題係纖維化，然後肝硬化嘅問題，該係講脂肪肝本身就是，醫生，你現在有重度脂肪肝，而且是重度哦，重氧蟲是可逆嗎？走的。還可以吃少一點，吃少控制掉，然後運動。其實簡單講咧，大擺訪問先生嘅時間，強龍嘅問題，講到最尾是係食控制，然後少吃多均衡，就是均分，然後是青菜多運動，所以冇是聽到聽嘅東西，冇是飲料，所以香油嘅東西都做唔得。好，唔係講重點是吼，大家要控制啦。比如上期動手一些控油，也是喊你做對是控油，按又是那脂肪肝就可以逆轉，這是真的。因為從來盤公司遇到同事，佢前期動後上唔是冷水，然後講你是冷水，你去擺上旬你去做控檢檢查，所以大家會講，他說啊，線上講還有脂肪肝，我說怎麼太大，而且大家會說我那麼年輕啊，後上我還有脂肪肝，對，這跟那個年紀沒有一個直接的關係，是跟。當然，年輕的人會少一點，你看有上個還吃，不過吃東西還是跟運動還是很重要。哦，那線上你在門診裡面
係講本意看來都對中醫，你覺得底下普遍來講，對你來講，就是按多年過去的5年過去嘅10年，你覺得這種脂肪肝有年輕化的趨勢嗎？是兩極化。哦，兩極化。兩極化。哦，一群的人哈是越來越嚴重，好，所以特別10年前輕度啊都，中度開始增加。好，中度的增加。哦，但是有另外一群就是運動比較注重自己健康飲食養生，那一群的人輕度變少，變成正常。所以變兩極化，就是一群很注重身體健康的人，這一群人變多了，就是正常的人變多。我覺得真的，因為哈，李亞真的很流行去健身房運動，我覺得這個就是趨勢。Q 白好像沒有，不過李亞真的好流行。大家都以鉗性風啦，大家都認同，所以你講倆 Q 音變多了，所以變成說脂肪肝跟倆 Q 音反而是就是就比較沒有那麼多，可是有脂肪肝的變嚴重的是多的。對，好奇怪哦，都皮秒哎。好，對，它營養越來越好嘛，可能 Q 白還冇流行以鉗性風改時間，大家會可能有蠻部分的人是輕度，你還唔係一可能到重度已經動到，重度變多。哇，所以我大家情緒要注意哦，還有嘛個你聽錯地個地區，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再講。今日到歡迎所在繞牆道來自品景連線國際性人嘅齊不倫線上來到節目地圖啦，大家來討論一下，講控體嘅問題吼。你上段節目有講到，其實脂肪肝兩件事情，肝爆就兩件事情，其實大家冇想講該聽做係老人家嘅事情，其實後生人咪有，還有佢係配嘅事情，其實你係講少嘅。人沒有啊，現場我就上台節目現場講到一個動有意思嘅題目是係講，兩極化這件事情啊，兩件事情意思是係講，因為兩下動西漢認同，因為現在認同也叫風潮，我覺得啦，動年輕人幾乎很喜歡去健身房，所以你會覺得動場現在好像好少，你買來看你這邊你有輕度的脂肪肝好少嘞，如果一般來。可是有一群變大，就一來的都是已經蠻嚴重的，也都是陰陽蟲，所以是鐵猴，嚴重鐵猴。那有年紀嗎？就你的觀察，就應該觀察。年紀，當然年紀還老，代謝是還慢，是被他陽中。年紀輕的當然會比例稍微少一點，不過是跟吃東西啦、運動還有關係。有關係哈，好，其實大家唔是眼睛中吼，其實吃東西是做啲來調整。好，上年後來你講一下係，你講是酒嘅問題，好，我們有講到酒精肝，什麼是酒精肝嘛？個係酒精肝，酒精肝係嘛意思？酒精哈，酒代謝係直接肝來做，沒錯，冇錯。走，你講因為酗酒為臉會紅，對，錯。所以講在代謝過程中，中間產生一個叫做乙醛，乙醛是傷肝的，是有毒性的，好，然後它會讓血管擴張，所以你會風，所以我臉紅的人基因就是有一點缺陷，所以它代謝比較慢，乙醛就留的時間比較久，所以就傷肝比較嚴重。好，所以會臉紅的人比較容易會肝不好。好，那同樣的，當你喝酒喝多了，雖然你代謝是快的，對，那中間那個代謝層還是會傷肝，所以酒精是會確定是會傷肝的。所以這件事情是真的，兩件事情可以講的。台爸講令酒會傷肝，沒有什麼空間，它就是真的。很多人哈，動到您哈，比如講。春酒啊，尾牙的事件，喝一杯就臉紅一杯是免風，那個就是性上該下講有可能它的代謝是好慢，從麼？對 ，OK， 好，跟大家是問的，好，口停為送肝兩件事情沒有問題，沒有異議，那可以少少喝一點嘛？對啊，那不能喝酒，因為這個，我們不是鼓勵大家
喝酒，你鼓勵，因為比如講，什麼原因講？誰沒因阿布拉水莫改時間，可以喝一點點，一些些改風酒，好像對身體是蠻好的，對身體很益好誒。那比如講轉到訪問肝膽腸胃科線上的時間就會講，啉酒是不是傷肝？那這怎麼辦？比如講啦，感覺上是大哉問什麼？衛福部啊，哈，有定一個這些酒精的安全標準。OK， 定10克作為一個單位，10克的酒精哦，哈，是酒精哦，純哦 ，pure 哈，10克哈。那男生是兩份，就是20克，女生是10克。好啊，為什麼比較好？20哈，公小啦。大概比例的話，就是大概女生呢就1小杯紅酒哈，100多 CC 啊，男生就是200多，就是好小杯的哈。那如果比啤酒的話，女生大概就是1小瓶啊，男生就是可以到2瓶。1小瓶是指300，就是鋁罐。对。鋁罐一天哦，嘿，超過就覺得是過量。哇哦，睇下有糖度麼？唱講成文飲型是一罐鋁罐，差不多300 CC 那一種的，超過一罐是很過量哦。因為大概就糖度動你沒講啊，我跟你講，讓你講啦哦，我是白哦，我昨天洗到半打啦，用到半打，那真的就是超級傷肝，所以說來傷肝。所以肝在代謝的時候會代謝酒精的時候會產生三酸甘油酮肉哦，所以。喝酒的人，好，三酸甘油脂啦、脂肪肝會非常嚴重。OK，所以好，那我幫鄉親朋友來問一下，線上講是你拎一罐，可是表示你當一拎哦，因為一共10克嘛，10公克誰麼？跟線上那我可以每天喝嗎？大概30天每天喝1瓶。今天真的是很為難醫生，有一些的研究哈，一些西方人的一些研究是講，一天睡前1小杯的紅酒哦，總得改善性蟲。對呀，心血管問題，減少心肌梗塞啦這些問題。但是就是這樣子少量，因為它會刺激血管的擴張啦，然後減少心臟血管的收縮這些。但是。是腸道，咱腸胃科來講，腸道咧。好啦，我記咧，反正對徐醫師來講是，來講反正你啉酒是唔好哈。所以線上剛剛問一下，因為你剛才講像係西方人，因為講當你做的，因為你看他們吃飯他們記得習慣有習慣會有做酒嘛哈。對，該其實講的是一些是好，所以。西方人的脂肪肝有沒有比較嚴重？有西方人還嚴重，還嚴重。你看吧，係咩？西方人因為這脂肪跟變成肝硬化比例哈，東方人多。真的，景定。我們一般會覺得應該是東方人好多。沒有 B 肝 C 肝吶哈，這我們這東方人脂肪肝引起這肝硬化其實是不多的，不多的。但是西方人因為這樣。變成肝硬化哈，就提供跟生肝癌，好，這個都會在他們那邊會比較多。哇 ，OK， 哇，因為一般來講，你感覺度，你個發明消費地步都好勸酒有沒有？大概啉酒就啉凍多，所以度了為了大家來講哈，雖然講，大家氣氛凍歡喜，然後啉到酒是助興，啉到氣氛冇咁錯，不過喺堂線上解講。改唔好是，真是莫總得啉太多，因為啉太多真是對身體係都有影響嘅。一般來講，尤其係，比如講尤其係你本身代謝又很好，唔好誒哈。好，講到這邊來問一下線上一張問題哈。我們說 A 型、B 型、C 型肝炎，對，線上一般來講，嘛個意思啊？對，又嘛個區別，就比較簡單來講，簡單講的話，肝炎啊，哈，它是有講 A B C D E 哦，A C D E 還是有，就比較我們240不要不切開莫講哈。普通係 A 型肝炎是血動是有關係啊，你血東西是不乾淨哈，血動有些海鮮吶哈，那個沒有煮熟的哈，血東西血動有被污染到哈，是被講 A 型肝炎發作，所以。
以前吃東西要公筷母匙，其實是A 型肝炎。對。如果了下在台灣這邊衛生好，所以 A 型肝炎病比較少。所以說如果說去國外啦或者是說真的比較喜歡吃沒有煮熟的生蠔啦、生魚片啊這些的話，是有比較多的機會會得到。A 型肝炎大概就是急性，比較少會變到肝硬化。B 肝、C 肝是跟血液、體液有關係。所以很多是從，比如說，從媽媽生產的時候，垂直感染，垂直感染，生產的時候從媽媽那邊傳到那邊傳染到的。那或者說以前特別這些煮沙，沒有一次性拋棄式，有消毒之後就重新再使用的。以前楊梅發生過嘛，打針沒有換針頭就被群聚感染。還有說什麼牙科啦這些。哇。那 C 型也是，C 型也差不多，C 型也差不多。那性上 B 型到 C 型主要大概差別最大的差別係乜嘢？挑白應該會去到講 B 肝較好，挑白，因為75年以後是有注射疫苗，C 肝沒有疫苗，所以兩下這後上因75年次以後全部是。幾乎都沒有 B 型肝炎，很棒很棒。然後 B 肝的藥也比較早出現，抗病毒藥不過 B 型肝炎藥兩下是講控制，像你糖尿病血有吃藥，血糖會控制好，但是一不吃藥血糖就高起來。B 肝的藥吃了會控制，但是那個沒有吃藥又會再跑出來。兩下就不一樣，C 肝兩下是有藥走在血的血就會根治。兩下去年我們國家就是跟世界衛生組織是講兩下C 肝根除，是很了不起的成就。真的嗎？講到兩片大家是咪好奇？因為線上講的是講，其實好消息是講，兩下係講你有 C 型嘅肝發炎嘅問題，有藥做得是。其實大家可能唔知其實個藥費上介貴哦。因為線上講到嘅是，我每次都又咪昂貴，個到底有幾貴了啊，你馬上等下大家來講。今日要講係來自品景練性國際藝人嘅齊飛倫先生喺度節目啦，大家咧講誒保容易改觀吼。其實講到肝癌問題當多啦，比如先生講嘅癌症啊、肝癌啊、腫瘤咧啲問題當多。咁個今日你講嘅好基礎、好簡單，那大家咧講其實冇照顧佢哦，比如你係講脂肪肝嘅問題啦、鏈球嘅問題，上台節目有講到 A 型、B 型、C 型肝發炎嘅問題，你都講 C 型嘅肉嘅。那基本上啲講，原來個肉昂貴，那大家都講要幾貴？該係剛上市係11年1000塊美金，而是12周，等於20是，所以算起來台幣差唔多200萬，200萬買天的做得血的，所以。特別是有因是印度去買這些買這學名藥，這種他們那個印度藥廠做的，不是原廠，印度藥廠做的藥血來治療。不過兩下是健保已經有全面給付了啦，所以兩下這種問題就少很多。可是說實話，講實在話，想。如果係講健保有給付 C 型肝炎的藥，很幸福對不對？醫生係都很豐蓋事情，因為19線上講剛上市的時候200多萬，那如果說現在200萬係講你下去藝人直接拿藥就可以了耶。對啊，所以而且還可以根治，太棒了。特別莫藥肉是煮這干擾素。
啊，干擾素，我知道這個藥，我有聽過。1個禮拜打1週，要打半年到1年。好，注射是為發燒，為 L， 某些驅動系副作用。所以然後成功率一半，只有50% 有效，還有好一點的到75%。所以那時候很辛苦，很痛苦。所以一上段我就講。B 型肝炎以前是覺得卡好，那還是不一樣。沒有了，醫生 C 型肝炎的藥，像你剛才講誒，他吃了可以根治，等下已經納入健保給付，這是幾年開始的事情？106年是走的血，不過那下剛才的細節是看也還嚴重，比較嚴重。好，有肝纖維化、肝硬化這樣走的血，才有給付，因為那時候太貴，所以健保只能給付到這一群。在2年，108年死亡全面給付，你不管有沒有症狀，只要是你是輕度，就是你檢查出來有的，只要有病毒量就可以吃。想拍手泡書，這對整個推班感應都講非常的重要。他剛剛有講了，因為是一種線上講誒，該東西剛才醫生線上有講到，比如講你有纖維化、肝硬化去，你健保可以給付你吃，應該要昂貴，該要昂貴。可是大家要知道，如果你有肝硬化跟纖維化，其實那已經是很嚴重了。但是肝硬化、肝癌哈，下一步就是更難。那個治療的費用、家庭的負擔，那個其實都非常的大。所以在好的時候是好一個現在短的是2個月，長的3個月的療程，需要走得好。所以如果有C 型肝炎，要它防治變工沒有。有些人有 C 型肝炎的不講，什麼目的有C 型肝炎，所以還是就是建議哈，如果說有這種病史的哈，趕快來檢查。現在45歲到79歲哈，一輩子都有一次免費的 B 肝 C 肝篩檢，所以檢查到有就趕快來治療。這個前面把它治療好，後面整個人生就差很多。哇，醫生聊這段話非常的重要，很重要哎，是很讓你敢向親朋來講，就是因為你不知道，你地，所以有機會，你有機會自己創造機會，給去檢查，因為你可能你還講你僅是不小心，拄好檢查出來有 C 型肝炎沒關係啊，對不對哈？係講你來講，他係你的線上講的肺中改有問題來動兩手，就大家都吸肉啊，而且你還吸肉。是200萬呢，還健保給付，而且就可以根治哎，而且線上我覺得我們大白你負起了那走安用改治療單元，數回到大家的講預防勝於治療，人家幾位可能講長都1萬遍呢，可是這是真的，人家緊定就是你現在預防就趕快去治療，而不是等到你發現的時候其實很嚴重，是有線上講你會整個金錢上的負擔，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更辛苦的負擔，就是你身體在一個不好的狀態裡面，其實人生是負重還是家庭還要照顧啊，到肝硬化、肝癌的時候，說很多的副作用都要家人陪伴照顧，那個其實都是一大負擔。好，講到這邊來想哈，東你都喜歡問一下問題，很多人喜歡問一個問題，就醫生，難以空田檢查改時間，那個什麼 GOT、GPT 的數字是紅字耶，很封死哎，對，好。GOT、GPT， 來用國語講哈，它要寫肝細胞裡面的酵素，所以最多是在肝細胞裡面，所以你肝發炎，細胞破掉，這 GOT、GPT 就會跑出來，所以你就會驗到很多的 GOT、GPT，所以這個就叫做肝發炎，所以我們用這個指數發炎來當成是它就跑出來，對，它就是當成是我們肝發炎的一個指標，所以你只要是 GOT、GPT 高，你的肝就有發炎。不過有一點例外啊，就像 GOT 是在肌肉也會有，所以有時候你去跑馬拉松啦，或者是甚至心肌梗塞也是心肌肉哈，那時候 GOT 會高起來，所以我們2個都會看，不是只有看那個 GPT 好像比較準，不是只看 GPT、GOT 我們2個都會看。好，我大家不是當緊張，是種線上講的，反正你是了解你都在身體發生買事情嘛，你是會去。不管是治療或者是調整我們的生活方式嘛，調整。那大家都問哦，大家講都該講過沒講GOT、GPT 貼夠的時間，大家說啊，你不要熬夜啦，你莫熬啦。譬如講可以熬夜嗎？昨天熬夜嗎？
我覺得這迷思，來就有的觀眾朋友來講，中醫跟西醫的對肝的看法不一樣哈。那中醫其實不只是肝這個器官而已，我們還講了整個免疫啦、內分泌啦、新陳代謝的部分，都叫做就是中醫統稱的肝。所以中醫有所謂那個氣血循環的問題，所以凌晨到什麼時候走到肝臟，所以就是不能熬夜啊，要睡覺。對，西醫可能是這個器官，所以器官是睡覺其實不會直接傷肝，就是說不睡覺不會直接傷肝，但是有幾件事情是要比較注意的。第一是講你有 B、C 肝，好，有肝炎肝炎，你本身是病毒，所以你熬夜，你免疫力是不好，所以病毒就會跑出來，所以肝就容易會發炎。第二是講熬夜是會吃宵夜啦，然後睡不夠哈，脂肪代謝會不好，所以睡不飽的人容易變胖啊。所以你要下脂肪肝是不是很嚴重？所以長期來說哈，熬夜是好。如果說有肝，特別是有肝炎的人哈，是比肝的發炎就會更嚴重。但是如果說只是說哈那個上夜班，其實只要有充分的休息，其實是沒有關係的。不然我們像我們醫生要值班，晚上不能睡覺，第二天就肝膽腸胃科的醫生值夜班熬夜用哦，還沒有意思。所以其實充足的睡眠其實是不會傷肝的。所以躺性上來講，我們從細細改灌量來講，簡單來講，其實是兩種。我剛聽醫生這樣講，我來做個自己的理解。第一個，如果你本身有 B 肝還是 C 肝，不是有 B 個人原因，口內因為你的免疫力，其實是因為免疫力跟你的代謝感問題，重新你性體改發炎更嚴重哦，這還講用偏頭，所以並不是說哦，因為你摸水摸，其實是你的免疫力如何。如果你的免疫力很好，比如像有時候。對你動輪頭，你儲存空田，你啟動下動主儀，所以其實你熬啦，並不會造成你免疫力感問題，那就沒有問題。所以大家一般來講，其實簡單來講，你摸水飽的原因，如果摸水飽是為個原因，那也太簡化了。其實簡單來說，簡單來講是你的免疫力，你有沒有去照顧好它？免疫摸好它可能是會發炎。但如果你本身沒有 B 肝跟 C 肝，那也有可能因為這樣而造成。脂肪肝感問題、代謝感問題。那脂肪肝你體脂團全部有講到咧嘛，好是咪按原因，是可能會有後續體脂團講嘅問題。好，講到兩下咧，大家都問哦，兩下就當到個你講保護肝臟嘅食品，請問先生有用嗎？有用嗎？首先好像係講健康食品哦，好，也食品，唔係藥，它不是藥，也食品，所以。這都是輔助效果哈，所以像剛講 B 肝不 B 群啊哈，然後像蜆精、比倫講，好，那是從代謝的過程，肝臟代謝過程中有一些酵素，有一些一些原料，好，我們借由這些來補充，所以因此為講哈進行較好，比如講比較不會累，沒很甜，所以大家有啲哦，所謂的所謂嘅保護肝臟意思，就是講你食該多東西的時間，可能就是有一些幫助代謝好加，所以可能會比，因為我們說代謝慢就是那個問題嘛，所以好像沒那麼累。可是其實最重要嘅護肝，其實是要回到傳統啲輕鬆些的腎法，所以根本原因哈，因為許多種東西是肝指數會好，但是你根本原因的脂肪沒有改善，你的病毒沒有改善，這樣後面的併發症還是會出現。愛啲，比如講你還有動好啉酒啊，比如講你是帶東西好油，然後你灌爆就改問題，可是你當你是 B 群，佢還係會有灌改問題，是安樣個意思。哇，希望講你鄉親朋友看你今日個節目哦，為啲講哦，原來按到東西係愛特別冇注意到嘅，所以非常感謝先生嚟到聊天，然後大家來分享。好，今日下去做乜嘅？大家所謂的康健做論堂了。要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宿墾宅，還有添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攞兩支影片墾宅分享出去俾大家哦。